歡迎大家翻到嚟同我哋一齊揾嘢。今日我哋嚟講下香港啲小學取消默書，究竟係好唔好呢？咁喺條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咁最好咧，記得撳埋下面個鐘仔喎。咁我哋再有新片嘅時候咧，就會通知到你啦。同小小學一樣啦，喺天水圍嘅樂善堂梁銶琚學校，過去咁多年咧，幾乎每一個禮拜都要默一次書嘅。但係由今個學年起咧，學校就決定要取消傳統嘅中英文默書。近年教育局喺唔同嘅課程指引，亦都提倡檢討同埋調整默書嘅方式啦。不過校長劉鐵梅咧就話唔係因為咁樣而決定取消默書嘅。而係因為有好多老師都話，雖然學生成日喺常規默書入邊都會默唔同嘅詞彙啦，但係其實佢哋實際去到考試啦、作文咧，都未必會用翻晒呢一啲詞語嘅，所以先至會令到學校反思默書嘅成效究竟係咪真係有用？咁啊，呢度要同大家補充下啲背景資料先。教育局早前咧向全港小學發出一個通告，指2025-26年學年起咧，全香港嘅小學英文科咧都需要更新課程指引嘅。喺4大重點裏邊啊，提出加強評估素養，建議學校咧檢討英文默書嘅頻率同埋數量。咁包括咩呢？小一啊係唔應該喺首月開學之後咧有英文默書嘅。而另外啊，英文默書嘅分數唔應該佔全個英文科目裏邊嘅10%。當局又提出要納入價值觀教育，以提升學生嘅國家認同感同埋安全意識。咁好多家長又會問啦，哇！而家啲學生仲要取消默書，咁點樣確保佢哋學到新嘅詞語啊？咁副校長張靜思就表示啊，學校一直採用多元化嘅識字教學，咁係咩嚟嘅呢？各班課堂裏邊咧都會設有識字教育，每一個循環週裏邊啊，即係一個 cycle week 裏邊啦，都會有2至3次呢一類型嘅活動嘅。咁至於中文科又點樣呢？中文科科主任馬海怡就表示啊，佢哋喺堂上面咧會用識字卡嚟教學生，另外啊又會安排律動活動嚟到令到學生認識字詞、結構同埋意思。學校喺本學年亦都新增自主學習簿，等學生啊寫低喺閱讀嘅時候學到嘅佳詞佳句。學校課程主任馮湛森就表示啊，佢哋會用 AI 嚟幫學生一齊教寫歌。咁啊有乜用呢？原來寫咗歌之後啊，等啲學生通過聽歌咧，學習到喺歌詞裡面嘅字詞同埋認識句子結構嘅。咁新措施都推行咗差唔多2至3個月啦，學生嘅學習情況又有冇改善呢？英文科主任黃心燕就話，課堂表現同埋學生自評都見到成效，學生喺自評入邊咧都可以完成不公詞填充嘅課業。課堂上面學生嘅表現亦都好積極喎，而且亦都冇見過學生因為取消咗默書而退步。最近亦都有啲1年級嘅家長反映，小朋友返到屋企咧都話主動想玩串字遊戲。馬主任亦都表示喺日常寫作同埋説話訓練都見到學生用返喺活動入邊學到嘅字詞嘅。過去部分學生咧都話自己要花好多時間嚟溫書嘅。咁3年級嘅張同學就話咧，溫中文咧要用2日時間先至溫得到，英文咧就要用4個小時。咁佢都話唔中意，要記太多字啦咁樣。有家長亦都發現小朋友積極咗好多去學習啦。張女士就話留意到4年級嘅女返屋企之後都會主動問佢4字詞語，又或者係想閱讀更加多嘅文章，而且佢喺習作入邊嘅字咧亦都靚咗喎，令到佢哋嘅親子關係亦都有所改善。咁講到呢度啦，對於呢一個天水圍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取消默書呢一件事嚟講咧，都叫做係正面嘅喎。咁我哋而家又可以睇下一啲網上嘅留言啦。第一個家長就話，其實默書係有用㗎，特別係中文默書，考試嘅時候咪又係要用返出嚟，不公詞填充或者作文或者造句嗰陣。而家全部用晒語音，唔使寫字，乜字都唔識寫。其實默書嘅時候聽老師講都可以練到速寫同 listening，英文都一樣。特別係一啲屋企唔會幫佢溫書嘅學生，平時累積嘅字，考試都可以用返。計我話書法就可以 cut 咗佢。copybook 都係，咁我覺得呢一度嘅家長其實都講得啱㗎喎，因為而家好多小朋友我見佢哋打字咧已經唔再好似我哋嗰陣用筆畫啊或者係速成啊、倉頡呢一啲，咁然後而家學校亦都比較少教啦，咁而家就轉咗用語音輸入，咁但係其實
如果佢哋連嗰一隻字都唔識嘅話，又係咪真係識得讀出嚟呢？而且語音輸入亦都唔係100%好準確嘅喎。如果真係有一啲錯字，小朋友又係咪有嗰個判斷力去改翻啱呢？係，其實呢個就牽涉到究竟個考試模式係點樣。即係譬如你話你個考試模式始終都仲係用手寫嘅情況之下咧，咁如果小朋友唔具備嗰個手寫能力，究竟點樣去考試咧？由另一方面睇啦，如果你話我哋完全用晒語音輸入啊，甚至乎我哋如果有一日我哋嘅考試係完全係用晒打字嘅模式嘅，小朋友都可以用拼音嘅輸入法嚟到去解決呢個問題嘅話，咁我覺得其實你減少作為手寫筆畫嗰個練習咧，咁其實都可以接受嘅。但係似乎阿蒙你都覺得係而家嚟講，既然個考試模式未轉，似乎好似言之尚早咯，係咪啊？冇錯，因為畢竟小朋友佢就算學校真係取消咗默書，考試係咪又取消咗呢？而且佢上到中學嘅時候，係咪所有都唔需要書寫？係咪 DSE 嘅時候都可以俾佢用電腦輸入呢？咁呢個都係值得家長去深思嘅一個問題嚟嘅。咁另一個家長就話啦，學校今年都轉咗默書唔計分，反而冇咁大壓力。佢自己温2次，我再同佢默1次，唔計入成績，輕鬆學習。咁其實呢個作為一個過渡嘅方案咧，我都覺得係可以喎。即係話你由默書去到唔默書，你唔係一刀切，即係話我直接就唔默啦，咁樣冇咗呢樣嘢啦。咁但係而家佢呢個家長提出呢個方案就係話咧，學校照樣有默書呢個環節，不過咧就唔計分。咁可能佢唔計分有兩種模式嘅，都有啲咧就係話佢嗰個默書唔計入佢嘅考試分數啦，唔計入佢最終嗰個成績表嗰度啦。有啲嘅直頭係咧，可能佢連默書本身每次默書出嗰個分都唔出啦，只不過係俾小朋友睇翻邊隻字識，邊隻字唔識，邊隻字需要去改正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對家長嚟講都不失為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因為作為一個家長我都好能夠理解咧。家長面對嘅問題就係話，因為你計分嘛，唉死啦！隔離陳師奶嗰個仔默書次次100分，死啦！你翻嚟次次默書得個50-60分，點搞咧？人哋又話我點解？哎呀，你個仔今次默書幾多分啊？我個仔又100分，我個仔又好，我個仔好渣，得98分咋？咁然之後睇住自己嗰個小朋友得60分，咁你家長嘅壓力就嚟自呢度咯，即係我能夠理解佢呢位家長講我問題嘅。咁下一位家長就話啦，終於有人明白用遊戲學字係入腦過默書。其實用默書測驗考試嘅時間要嚟教書，相信細路仔會更加理解書本知識，好過老師為咗趕住考試測驗而減少咗教書時間。咁另一位咧就話，終於唔再填鴨。仲有一個呢個好搞笑喎，佢話好嘢，邁向文盲第一步。咁其實的確咧，用遊戲就當然會入腦過默書啦。咁因為小朋友活動教學嘅途中啦，咁佢都可以用 multi-sensory 去學習，咁然後佢自己都會更加容易記得個字嘅。因為除咗佢死背之外咧，其實仲可以透過可能觸摸啲玩具啦，又或者係聽一啲歌啊，又或者跳舞呢一啲方式，令到佢更加容易學習嘅。咁但係其實家長都要諗下執行方面係咪真係咁容易呢？因為例如啦，可能同學生一齊玩 Spelling Bee 嘅遊戲先話啦，咁如果老師要帶住30幾個學生，其實佢都淨係可以揀到幾個學生出嚟串字，冇可能話全班30幾人一齊同時串字㗎嘛。咁所以其實用遊戲去學習呢一個方式咧，大部分時候都係比較適合喺一啲小班教學上面嘅。咁邵 Sir 你又點睇咧？我好贊同啊！即係正如阿懵所講啦，其實呢個都牽涉到一個資源分配嘅問題。即係其實究竟而家我哋呢一種學習模式本身係已經適應咗我哋嗰個班嘅人數啦。咁當然啦，喺過往嗰個年代咧，我哋可能對啲班係40-50人嘅。咁我哋慢慢而家資源多咗啦，隨住教育資源多咗，每一班裏邊人數少啲啦，由40-50變咗做30-40，再變咗落嚟可能20零咁樣，慢慢縮班，即係慢慢縮翻細啲嗰個教師同埋個小朋友嘅人數啦。咁但係其實都係講翻嗰個問題啦，即係話你如果要將一個我哋而家所謂嘅填鴨式教育係嘛，去逼佢哋去學寫，逼佢哋去學串，轉成為一個遊戲方式去學嚇，呢個當然係好理想嘅。咁但係 in a perfect world 呢個係非常好，但係其實以配對翻我哋而家現有嘅嗰個資源，究竟老師喺同一樣嘅資源之下、時間之下，同埋佢嘅教學嘅 support 之下，究竟能唔能夠做翻同一樣嘅效果出嚟呢？好啦，咁而如果學校喺做
如果佢要推行呢一個嘅活動教學，取消默書，變相佢需要多時間去做。咁嗱，其實大家個學期一樣長噶嘛。咁如果需要多時間嘅話，我哋唔會俾個長啲學期你噶嘛，亦都唔會俾到長啲嘅上堂時間你噶嘛。即係話你學習時間相對慢啲啦。咁如果你慢咗，人哋快喎，咁學校又願唔願意做呢個犧牲呢？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好需要去諗嘅問題啦。好啦，咁再者我哋就要諗啦，其實點解會有呢一個形式嘅訓練方法呢？其實呢個形式嘅訓練方法最終係為咗呢一個教學模式、呢個教學制度嘅最終嘅考試啊嘛。咁究竟最終嘅考試制度係唔係又能夠改變嚟到迎合翻我哋去轉變呢一種學習模式呢？呢個就係我覺得我哋要諗嘅問題咯。每一個教育嘅模式，我哋都應該去諗啊，唔好本末倒置。其實係我哋要個乜嘢嘅目標，到最後要咩目標，我哋先去設計一個方式嚟到去達到嗰個目標啊嘛。咁而家我哋嘅問題就係話，我哋要應付呢一類型嘅考試，所以有呢一類型嘅課程設計。而家我哋講緊話，我哋唔要默書，或者我哋要活動教學。咁我哋活動教學同埋默書呢一樣嘢，如果從個底部嗰度去改，而唔係從個頂部嗰個考核方式嚟到去改變嘅話，咁又能唔能夠可行呢？又係唔係能夠符合到嗰一個考核模式所需要嘅嗰一種學習嘅結果嘅輸出呢？呢一個係我哋要諗嘅問題啦。咁講翻啱啱呢個文盲嘅問題啦，其實我哋補習嘅時候咧，都見唔少小朋友好嚴重下嘅呢個問題，因為以前我哋就話比較多係默書啦，同埋好耐之前都已經開始大家將個 focus 咧移晒去英文方面啦。咁而家小朋友就開始好細個，佢哋就要學英文啦。咁但係佢哋就會忽略咗中文嘅重要性啦。即係好似我而家補習嘅時候咧，有時都會遇到啲學生，可能佢好高年級啦，但係其實佢嘅詞彙量啦，又或者係佢識寫嘅字啊，根本就未達到去佢嗰個年級嘅要求咯。咁所以其實有時取消咗默書咧，反而係唔能夠評估到小朋友佢嗰隻字究竟係咪真係識，而且連佢哋嗰個最 basic 嘅 foundation 都會冇咗咯。講得啱啊！其實我都睇到啦，過往呢10年8年啦，嗰個補習風氣咧嘅改變咧，係其實反映咗嗰個而家小朋友嗰個缺失啊。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你會睇到咧，小學生佢其實小朋友最驚咧就係佢個英文唔夠叻，佢英文唔識做係嘛？咁但係慢慢嚟到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啦，開始我哋都發覺除咗英文之外啦，其實中文個需求係越嚟越大嘅，包括中文啦、閱讀理解啦、中文作文啦，呢啲需求喺我哋而家香港個社會上面啊係越嚟越大啦。咁亦都間接反映咗呢個年代嘅小朋友咧，家長好感覺到佢哋嗰個中文能力嘅不足啊。咁你要明白到啊，譬如你話你英文，你本身每一隻字你可以串，甚至乎你可以用 phonics，你可以用拼音嘅方法嚟到去做到啦。咁你其實寫26個字母你識寫就冇問題㗎啦，你點都拼得翻出嚟嘅。咁但係你中文係方塊字嚟㗎嘛，我哋係即係形意字嘛，變咗我哋冇可能話真係用一個音嚟到完全取代啊。咁調翻轉頭啦，你話小朋友而家佢識拼音就 OK，或者佢識用 AI 嚟寫字都 OK。咁但係又翻返去轉頭嗰個問題啦，你都要識得翻去檢查翻佢做出嚟嗰個答案係唔係啱嘅，係咪正確㗎嘛？咁譬如而家呢個時代嗰啲小朋友本身對於中文嗰個能力已經係即係相對比較緊張啲啦，缺失啲啦。咁如果我哋再取消佢默書呢種考核方式嘅訓練，又係唔係真係能夠維持到嗰個語文嘅能力嘅質素呢？咁如果小朋友喺語文能力嘅質素下降嘅時候，佢哋喺一切嘅表達能力上面嘅質素係會否跟隨住下降呢？我覺得呢個係都係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問題。咁關於認字咧同埋成語方面咧，我哋之後都會出一系列嘅影片，咁所以記得一定要密切留意啦。咁最後一個留言咧就話，如果大家想未來主人翁只用電腦用 AI，唔識手寫字，唔用腦記東西，咁其實都啱㗎喎。如果小朋友淨係識得用電腦同埋用 AI，嗱再講啊，你用 AI 你都要識得寫 prompt 啊，究竟小朋友係咪真係識得去寫咧？然後手寫字啊同埋用腦記東西呢一啲嘢，其實 AI 都識做㗎。如果小朋友都做唔到嘅話，咁你存在嘅意義又係乜嘢咧？既然 AI 都可以取代你咯喎。
本身 AI 發明出嚟咧，其實就係要幫助人類去 assist 你去完成一啲嘢，而唔係去幫你做晒成件事啊嘛。同埋好似啱啱少 Sir 都講得啱啦，咁你要用 AI，你都要有能力去 fact check 究竟 AI 講嘅嘢係咪真係啱，因為 AI 咧有時都會俾一啲錯嘅資訊你，例如可能一啲 reference 啦，其實係佢完全係虛構出嚟。係啊，目前都成日有呢啲情況，成日會錯。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用 AI 咧，你都一定要識得去判斷啦，而唔係話完全依靠佢咁就可以嘅。係一個題外話啦，即係好似而家大學生交功課咧，我哋嗰個年代交功課咧仲係手寫啦，好多年前。咁咧其實咧就係考嗰個lecturer 同埋嗰個教授啦，究竟佢識得幾多，知道你幾多嘢，其實係可能係抄翻嚟咧，係嘛？你做 reference 嘅時候，可能有冇標好你個 reference 係個出處喺邊度咧？咁靠個 lecturer 啦。好啦，後來咧下大概十零年前啦，咁開始有 Turnitin 咯噃，係嘛？電腦嚟到去睇下你究竟有冇抄襲啦噃。咁再到依個年代啦，就係嗰個 Turnitin 啦，就變成即係嗰個偵測你嗰份功課交上去，就算手寫都係好高嘅 AI。係啦，而家就變咗 AI rate 啦。最新就係講 AI rate 啊，十零年前咧就係講緊嗰個十零年前幾年前都係啊，呢3-4年突然之間 AI 大爆發啦。其實4-5年前啦，都仲係講緊究竟你抄襲嘅 rate 有幾多啦。而家就唔係啦，講緊你嘅 AI rate 高與唔高。而家變相就係話咧，究竟你點樣去分嗰個 AI 係唔係你做嘅咧？咁但係調翻轉頭啦，你個 AI 幫你做咗啲嘢出嚟，你點樣能夠將佢去蕪存菁而有用化咧？講得白啲，其實你去到就算大學嘅程度也好，就算你讀 master 也好啊，其實你寫 paper，其實好多嘢都係喺人哋嗰度攞翻嚟嘅。但係你點樣好好咁樣利用呢樣嘢，將佢變成一個又唔係抄襲，但係又係有用嘅資訊，嚟到去交你份功課，嚟到去做你嘅論文咧，呢個係最緊要嘅。咁好啦，你自己都唔具備去分辨佢講出嚟嘅嘢合唔合理、真與假嘅能力，咁你點樣去利用呢個工具咧？你小朋友自己唔具備認到嗰隻字啱唔啱嘅能力，佢唔具備認到嗰個詞語恰唔恰當嘅能力，佢唔具備知道嗰個4字成語啱唔啱嘅能力，係咪啊？譬如好似有一次我哋傾偈，我講我哋講嗰啲官員咧收咗俸祿，但係咧又唔努力做嘢喎，咁我哋叫咩？我哋講原來係尸位素餐嚇，咁尸位素餐。如果我唔同你解釋，究竟其實有幾多個小朋友知道尸位素餐嘅意思咧？如果嗰個AI 突然之間俾一個4字成語你係唔係真係能夠用咧？定還是直接啱㗎啦，攞嚟交功課啦？咁交上去係錯㗎嘛，係咪啊？咁所以就係話其實我哋都要回歸返個問題嘅本身嘅，嗰樣嘢係用嚟去幫助你完成一件事更加快、更加有效率嘅一個工具啊！而唔係話佢做咗我唔使做啦，佢識咗我唔使識啦。如果佢識咗你唔使識，咁就唔使理啦。正如我阿蒙頭先講咁樣啦。其實對家長嚟講，最大嘅擔憂咧，唔係默書本身，而係背後可能會引起嘅親子衝突同埋時間壓力喎。都係㗎，因為本身功課又多喎，咁小朋友考試測驗嘅課業又繁重啦。香港係一個精英制嘅社會嚟嘅，咁所以咧家長要兼顧嘅小朋友嘅就實在已經好多㗎啦。有時家長都好無奈嘅，即係你如果個小朋友嘅課業你唔關注，咁你又驚佢即係之後跟唔上。你好關注嘅時候咧，咁但係個小朋友課業真係太繁重啦，咁個小朋友又會有啲即係反抗嘅情況喎，咁你究竟係要佢做好啊，定唔要佢做好咧？咁呢個時候就開始有摩擦啦，咁小朋友心理上面又覺得即係有啲反抗啦，有啲抵抗啦，咁變咗家長就會覺得呢樣嘢又會影響親子關係啊。係啊，咁有時有啲小朋友啦，如果家長對於課業上邊啊，即係逼得太緊要啊，可能真係會導致佢哋情緒方面咧出現一啲警號㗎噃。如果家長想睇翻點樣去判斷小朋友情緒出現警號，同埋萬一出現警號應該點樣應對呢？就可以睇翻我哋之前做過嘅一條片啦。咁香港佛教聯合會啊，為減輕1年級生課業嘅壓力咧，提出咗幾項措施去配合嘅噃，包括新學年開始啦，屬下7間小學啊取消1年級上學期嘅考試。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課程主任姜曉霞就表示啊，即將取消小1嘅第1次同埋第2次考試添，而佢哋學校咧係會改以持續評測為主嘅。佛教榮恩學校副校長李淑華就表示啊，
學校同時全面取消所有班級嘅中英文默書納入考試分數嘅計算啊！即係話咧，佢哋所有班級中英文默書咧都唔會再計入考試分啦。佢哋學校啊就改以默書獎勵計劃嚟到去取代嘅。所有學生喺達到特定成績嘅時候咧，會獲得金銀或者銅牌喎。咁佢哋就表示啊，推出咗呢個計劃之後啊，所有學生咧比以前更加中意同埋接受到默書啦。我哋都睇到所謂取消默書咧，唔代表學校咩都唔做，而係改用其他嘅方式嚟取代默書。係啦，咁 AI 人工智能啊，近年就即係大熱啦。其實除咗幫助工作之外咧，都有好多嘅 AI 學習輔助軟件程式嘅喎，例如 Phonics Wheels 啦、Bingo 啦、World Search Challenge、Hangman 猜字遊戲之類啦。咁透過呢啲趣味學習，其實小朋友咧都可以利用佢哋課餘嘅時間啊，甚至乎小息啊，或者空堂嘅時間咧，去多啲用呢啲嘅平台嚟去學習串字啦，用一啲比較有趣同埋刺激嘅方法啊，令到小朋友可以就算冇咗默書嚟到去慢慢去學習究竟字點樣寫同埋點樣去串嘅。咁總括嚟講啊，科技發展、AI 發展都係令到學生同埋老師有更多嘅平台可以幫助學習啦。例如老師可能會用 Kahoot 啊、WordWall 啊、Quizlet 啊呢一類嘅平台啊，同學生進行互動嘅學習，咁幫助啲學生咧喺輕鬆啲嘅環境之下咧，加強對字詞嘅理解。咁其實我哋都覺得啊，只要你揾到一個方法嚟到去激發到小朋友去學習拼字或者寫字嘅興趣同埋動機咧，只要學生係能夠有效率咁學習啊，其實默書被取代都未嘗不可嘅。咁好多謝大家又陪住我哋揾嘢去到最後啦。如果大家想繼續睇到我哋呢一類型嘅內容咧，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個 channel 啦。咁最好我撳埋個鐘啦。我係蕭 Sir，我係阿懵，拜拜。收工。